来继续来看这位，这是国民党的前立委颜宽恒，顶个月互检调搜索到徛假甲公司，以1000万来交保。26号，台中地检署侦查到一个段落，以贪污、窃占甲伪造文书，甲提起公诉。即卖是大甲妈绕境回銮的期间，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早起是对着绕境的队伍做伙来行，甲问颜宽恒的状况，伊为后生来画冤枉，讲后生是真正有咧做代志。国民党前立委颜宽恒顶个月去互检调来敲公司甲伊住所在，以1000万来交保。26号，台中地检署侦查结果出来，以贪污、窃占甲伪造文书罪嫌提出着公诉。即马拄当着大甲妈邮警回銮的期间，透早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对着邮警的队伍来行，访问着颜宽恒的状况，伊忍袂住替后生来画冤枉。咱乡亲呢，也会使讲呢，看会出讲伊是真。正对代志，是安尼为着伊要选举，要来甲伊用这个党府。颜清标正面的面有一个空嘴痕，敢若是因为伫咧邮件的过程内底无细力防卫着伤。严格就算身躯有带伤痕，嘛无袂记咧替后生来讲话，讲相信乡亲拢会当看到颜宽恒是真正有咧做代志。那颜宽恒伫咧26号发出着声明，对方检方来起诉，伊讲这是迫害，质疑检方是用司法来影响着选情。对此，法务部长就讲话咯，在办理任何的案件，都是纯粹从法律的角度，还有证据的考量，绝对不会有其他的因素。蔡清祥强调，办理案件拢有证据的考量。台中地检署是表示，相关的证据拢是为查扣的电脑内底类小所查出来，因为证据拢已经齐全，所以才会起诉。所谓的公费助理这边，国家给的薪水本来就是助理这边的使用，经过一些手腕或者是一些进出，那后来进到自己的账户，本来就是一件不可以的事情。颜宽恒互以贪污罪嫌来起诉，是因为颜宽恒伫咧做立委的期间，向立法院申请着公费，以每个月4万块来请助理。严格疑似是将薪水刷去付玛莎拉蒂轿车的尾款，也佮有收尾亚甲外落的薪水、水电费甲其他收费等等，总共刷用108万，也佮有伊伫沙拉的好业厝甲南屯的招待所涉嫌窃占甲伪造文书的罪嫌。那颜宽恒透早是无出现伫咧邮件的队伍内底。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